各位看官好，我是草履虫，今天继续带大家游览上海历史博物馆。今天要带大家去看的是位于3楼和4楼的上海近代史部分，也就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。1840年，鸦片战争爆发。1842年6月，英军打到了上海，上海守将陈化成率军奋勇杀敌，壮烈牺牲。我们看，当时清军的铠甲尽管如此精美，但仍抵挡不过侵略者的坚船利炮。随着清政府的战败，签订了《南京条约》，上海成为了中国5个被迫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。这里还有一个本馆的镇馆之宝呢，我们过去看看。这是1984年从吴淞炮台遗址出土的大炮，见证了当年的那场战争。那天，英军大小船只100余艘，陆军1万余人，全力进攻吴淞要塞。67岁的陈老将军带着守军死守炮台，与80余名士兵一起全部壮烈殉国。然后外国人就在上海开租界了，先是英租界和美租界，我们看这个是黄浦江，后来美租界又扩大了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，英租界和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，其他国家的人也陆续来了。后来面积越扩越大，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、时间最长久的租界。这个下面后来还有一个法租界，这个视频太长，还没显示出来。这里有几个重要文物呢，这个是美租界的界碑，美租界基本上是在现在的虹口区。这张是1899年的时候，公共租界扩展的告示，当时清政府搞不过外国人，只能任人摆布。这张是1899年公共租界划定的地图，总面积达到了3万亩，基本上就是现在上海浦区的全部市中心了。还有这个1899年公共租界的界碑，租界里当时还设立了巡捕房，这上面写了当时董事会人的名字。这个是1927年公共租界中外巡捕的合影，好像中国人也占了1/3。这个是警棍、帽子，这个是他们内部自行车比赛2等奖的银奖杯，看来业余生活很丰富啊。这是警服的纽扣和哨子。当时的外滩的码头是外国人运输货物的重要港口，这艘船叫短衬衫号，是世界上著名的帆船之一，专门负责运输中国的茶叶。这个是当年上海汇丰银行的写字台，汇丰银行就是现在外滩的浦东发展银行，圆顶的那个是外滩最亮眼的建筑物之一。那边还有个壁炉呢，也是原物保留了下来。租界的开设客观上也使上海的商业繁荣了起来，而且成为当时中国最西化的城市之一。这条走廊上有好多中西品牌的商品呢。这是汪裕泰茶号开张时候的照片，著名的徽商，这是他们的发票。100年老店，现在还在呢。这是邵万生的金字招牌，开在南京路上的，现在还能买到价廉物美的食品呢。下面这些是老庆云、裘天宝、杨庆和，都是上海的老字号银楼呢。我们看这3个表，对，他们是来自于亨达利钟表店的，当时号称远东最大的钟表店，直到今天也很火啊。边上还有一家叫亨德利，也是卖钟表的，一字之差，而且这是中国人开的，来抢洋人的生意了。还有一个牌子叫美华利，也是中国人开的，名字也很洋气，他们制作出了第一批国产的时钟，就是这个，还获得了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呢。租界里的外国人客观上也推动了上海的城市建设。我们看右下角这张照片，外滩边的马路是当时最早开始修建的马路之一。这张是清末南京路的照片，正在修路，不过已经初具规模了。还有这个是外白渡桥，上海最早的钢铁桥，这个是外白渡桥的名牌哦。上海开埠后，西式教育也渐渐融入了进来，它非常强调科学教育。看，这个是蒸汽机模型，这种对原来只学文科的学生们来说，从来没见过啊。这个是3球仪，3个球分别代表太阳、地球和月球，转起来可以观看它们的运动关系。这个是光学透镜，总之这些都是教具了。
它们都属于上海最早开办的新式学校徐汇公学。它创办于1850年，专门吸收普通人家的孩子入学。然后中国的第一张中文报纸也是在上海诞生的，这就是上海新报，创刊于1861年。然后这里有一个报馆的牌子间模型。上海当时报业的中心在今天的山东中路一带，数十家报馆在那里成立，成为了当时上海信息传播的中心。1911年，辛亥革命爆发了，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，当时在上海也发生了战斗。这里有张为共和而战的油画，这个是被攻克后的江南制造局，这是光复上海时的重要一战。这张画是当时伦敦新闻画报对此事的报道。辛亥革命胜利了之后，孙中山先生就来到了上海，商议筹建新政府的事。他还和袁世凯说，只要袁世凯能说服清帝退位，他就自行辞职，让位于袁世凯。所以后来袁世凯重新称帝的故事，大家也知道了。1911年12月29日，孙中山先生被选为临时大总统。这个是选票，当时有17个省参与了投票，孙中山先生获得了16票。我们再来看这些照片，这是1912年1月1日，上海人民在火车站欢送孙中山先生前往南京就任的情景。袁世凯复辟，辛亥革命失败后，1921年7月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，这是一大会址，大家到上海来旅游必打卡的地方。这是一大会议时的情景，当时一共有13名代表出席了会议。我们可以去一大会址纪念馆看看，这13个人最后都怎么样了。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，无论你是不是党员，来上海是一定要去一大会址感受一下的。对面是二大的资料，1922年也是在上海召开的，陈独秀主持。二大让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更加完善了。然后四大也是在上海开的，1925年的时候。补充一下，三大是在广州开的。二大和四大会址，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参观一下。我们再来看看上海近代的服装吧，这是男士的长衫和女士的旗袍，男士还有配套的木手杖和黑色礼帽，必须全配齐了才帅。这张是有关旗袍发展史的图，摘自当时1940年1月的《良友画报》。旗袍也算是上海的名片了。哇，这些是珐琅做的梳子啊，太漂亮了，就像琉璃一样。这只有当时的有钱人才用得起吧。接下来是抗战时期的上海，先是128淞沪抗战，9·18事变之后，日本人占领了东北。然后又于1932年初攻打上海，上海居民团结一心，抵抗住了日寇的进攻，最终在国际的调停下结束了战役。然后是1937年的8·13淞沪抗战，中国军队虽然以失败告终，但也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，其中也不乏四行仓库保卫战这样的亮点。这是抗日报刊编辑部的场景复原，各类救亡刊物纷纷出版，极大推动了民众的抗日积极性。在8年抗战的过程中，各种文化派别的文人们联合起来，以各种方式呼吁抗战。在这条走廊的最前面是国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故事，它原来是电影《风云儿女》的主题歌，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诞生以来，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，所以成为了我们现在的国歌。1935年5月9日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第一版录音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录制完成。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上海还有一段特殊的历史，那就是全世界的城市都对犹太人关上了门，上海是唯一的例外。由于欧洲希特勒的迫害，有大概3万犹太人逃到了上海，住在上海的难民收容所。后来他们还成立了自己的社区，你看，开服装店，孩子有学校上学，有菜场。这是他们家里的模样，和上海普通老百姓可以过同样的生活。最后就是1949年5月27日，上海解放了。
到这里，上海历史博物馆就带大家完整的参观完了。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，向历史致敬就是为更好的明天践行。让我们下一次旅行再见了。关注草履虫，为您不断打造旅游视频攻略。